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即摆搁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第二字，咱即摆第一字要来介绍，即字叫做跪，就是悬挂的意思。咱比如讲，我甲衫裤跪伫衫架顶，就是我将衣裤挂在衣架子上，另外一个意思是讲，那个木祭拜后放置纸钱于木上，咱比如讲跪纸或者称地蒙纸，还是献纸拢会使跪纸嘛是指扫墓的意思咱来讲跪纸甲扫墓有一寡共款过来这里叫做卡，将物体轻轻靠在一起，留一道缝。咱比如讲门卡外来就是将门虚掩，留一道缝过来这里叫做开，开的意思是弯着指头，用关节扣打敲等。咱比如讲对着头壳把它开落去就从他的脑袋把它敲下去大概是做错事这样子好，过来这里叫做累，用绳子将东西拉上或拉下。比如讲，把旗累落来就是把旗子把它降下来。过下这里叫做就是用手腕抱着东西。咱比如讲，我今要棉被来晒日就是说我赶着抱棉被去晒太阳好，感谢各位收听，谢谢。